各位同學午安，歡迎收睇今日嘅開平電視台節目。我係今日嘅小記者伍德班何日彤。上星期大家都睇咗體育禮儀急口令高級組嘅比賽，今日就輪到中級組啦，即係3年級同4年級嘅同學嘅比賽。不如再重溫一下陳傳勝主任教大家嘅急口令內容先啦。比賽贏輸不重要，勝不驕而敗不餒，良好風度人人賞。欣賞同齊技高超，友誼第一比賽2，公平競賽奪錦標。今日小3同小4各班會派出1位同學參賽，會以1對1嘅形式進行淘汰，進入8強、4強及決賽，直至誕生最後冠軍為止。我估各位參賽同學都已經準備好啦，課室嘅同學記住同參賽嘅同學加油打氣啦！好啦，我而家交時間俾4C班麥兼霞。唔該晒，亦同我係小記者4C班麥兼霞。一陣同學會進行1對1對決，首先讀完急口令並且按下紅色按鈕的同學就會勝出。好啦，首先請4C 同3B 嘅代表。3、2、1，開始。比賽贏輸不贏，勝不驕而敗不餒，良好風度人讚欣賞。勝出就係3A 班，跟住請4A 同4B。3、2、1，開始。勝不贏輸不贏，勝不驕而敗不餒，良好風度人讚欣賞。公平競賽奪錦標。勝出就係4A 班，3C 同3B。3、2、1，開始。勝出就係3C 班，最後一組係3A 同3D 同4D。3、2、1，比賽贏輸不贏，勝不驕而敗不餒，良好風度人讚欣賞同齊技高超，有時比賽第2，公平競賽奪錦標。勝出就係3D 班。跟住進行8強對決，3A 同4A。3、2、1，開始。勝出就係3A 班。而家係4強對決，3C 同3V。3多。3、2、1，開始。勝出就係3C 班，可以進行決賽嘅2位分別係3A 同3C 嘅代表。準備3、2、1。最後冠軍係3C 班，我哋一齊用熱烈嘅掌聲恭喜今日嘅冠軍和每一位參賽者。現在請高副校長頒發給今日冠軍嘅同學。恭喜晒！
指到我哋嘅。見唔到啊！頭先嘅比賽好精彩啊！下星期就會輪到1年級同2年級嘅同學啦。大家記住要加緊練習，不過最緊要就係要有禮貌。約定大家下星期再見。今日嘅節目就到此為止啦，拜拜。